人生有真济代志，互咱袂按算着。原本我毋是要做作家的，尾啊，时代变迁，囡仔时我所梦想的，煞袂当实现。毋过到即阵倒转去想，嘛心息。我细汉就讲话袂清楚，大志佮兴趣，应该毋是口才热来的卡笑。想袂到即时会伫电台做节目，讲来甲我囡仔时代去学要做辩士所受的训练有关系。我出世的庄脚真善食，人类所有的愿望拢伫土里。扁土找食的，毋是简单找稻稳尔。人用犁低头这类的技师斗骹手，土扁了搁再扁，生出会互人活命的食物。有人扁忝啊，去外地找生路。会当规工骹手清气淡淡的日子，哪像天堂？乌相节啊，就是安尼才去做辩士的。伊毋是阮庄园的人，毋过庄脚就是庄脚，去到倒位。就共款散甲互人着惊。伊是阮阿爸做兵的朋友，退伍了后，阁有咧相找。我读国校，要升4年的校热，伊穿甲真心实款。讲即阵毋是乌相，伊叫做李健，这是伊的辩士名。伊头摆正式也卖句做辩士，就是日本片。李健北垦段，毋则号这个名纪念。迄阵，阿爸拜托伊带我去都市学西仔做辩士。伊一世人歹命定，做人的大囝爱留伫田里做土牛。毋过我这个后生真会读册，真乖巧。做事想拍算，乌相节啊，真正甲我考试。考什么哦？当然是考台语。这甲我即时阵选择用台语写作，应该有关系才对。听讲古早的电影是有影无声的，需要有人解说剧情，互观众听。这就是辩士的起头。尾啊，有真侪西洋片、日本片，虽猛有声，毋过字幕看无的观众，也是需要人用台语翻译出来。辩士阁愈重要。乌相节啊，写几撮汉字，叫我用台语讲出意思，爱讲互阮姨啊、甲阿公阿嬷听有，因拢简单听有台语尔。我需要甲即款的代志成功斟酌，过来才有法度讲过口的甲辩士发生什么代志。李建生的是伫二林街啊一间戏园做辩士，古早话戏园，即阵叫做戏院。简单二林街啊，就有3间。通知影台湾人兴看戏的个性。一间戏园上少嘛要有4个人，一个伫机房放影片，一个是同款伫机房的辩士，另外一个伫戏园外口的窗仔内卖戏票，上尾一个就是过口的。人客要入场爱看票，若无大人带的囡仔，就爱买半票。学生甲阿兵哥若无穿制服，就爱看证件，才会使买犹太票。过口的拢会阁兼顾铁马，
迄阵也无人驶车去看电影，连骑乌托邦的都真罕见。戏院边拢有搭一排边仔，互铁马骑，较袂淋雨曝日。铁马架遐的时，雇个人会甲3连单立一张搭铁马的手环顶，一张互骑个人保管，爱摕迄张单，才会当领铁马。最后一张，就留咧做凭据，才知今仔日拢总寄几台，有几台铁马无人领转去。本地有一个阿伯专门咧寄车的，尾啊伤老破病，都无搁请人。放野师甲辩士是专门技术的，拢是查甫的，卖票是兼管钱的，工课轻考责任重，拢是头家的人咧还。顾口爱甲人客计较，着查某囡仔较有耐性，工钱嘛免遐悬。阿兰自17岁起，就伫遮顾口，目一个年嘛3年啊。工课上爱甲人客面对面，真侪人捌，伫地方应该算是出名人。我头摆看到阿兰，是伫学校集体去看东京世运会的影片，要1000个学生入去戏院，一个1块。伊伫门喙算人头，舞甲规身躯汗。毋过伊面呢，还是笑容，敢若真欢喜学生去看这支电影片的款。李建生咧带我去的头一天，阿兰学老讲，李建生咧看的上目的，定着是真优秀的师啊。辩士就爱电影开始放，才有工课。我就伫戏院门喙，甲阿兰斗顾口，互伊去处理寄铁马的代志。庄卡戏院无时间清场，随时会当入场看线后场。上尾场做一半了后，就开戏院的小门，互无买票的会当入去看。民间所讲的捡戏尾，就是这款情形。阿兰寄铁马的工课处理了，专工伫戏院前买一签鸟来啊糖互我，答谢我斗骹手。看伊妖娇的笑容，连这10岁囡仔的我，都去互杀掉。迄暗，李建师傅专工请我去369食堂食饭。阿兰是陪宾，食堂就是即阵讲的餐厅。369是看板名，迄阵有电话还真少，地方电话拢才3码尔。意思是二林局的369番。人若敲电话要叫菜，免阁插电话番。遮爱阁解说一下，戏院是下晡1点一场，3点第2场，头场无变数，互看有字幕的人客家己观赏。第2场甲暗时7点、9点的拢有变数，下晡的5点到6点半算休困时间。阮遮的有闲通去食堂食暗，迄是我头摆去餐厅食饭。阁有妖娇的阿兰小姐甲我硬菜，袂输有看到我的辩士前途是遐尼光明。我的功课是伫机房见习。听师傅甲一支外国片，用台语讲出伊咧做啥。电戏内底人物讲的话，嘛爱用台语和演员的口气讲出来。
结查某声、老人声、甲囡仔声。外国人的名奇奇怪怪，佮落落长，嘛改做台湾式的，亲像阿雄啊、阿辉啊即款的。阮师傅上接用的查某囡仔名，就是阿兰。我咧想讲，伊敢是甲阿兰咧恋爱？暗时，我带师傅因兜，伊有娶某。师傅娘真水，嘛对我真好。有人讲学师啊，爱甲头家娘洗内裤。阮师傅娘颠倒咧替我洗衫裤。师傅嘛甲因某感情真好，哪会搁咧甲阿兰行？我愈想愈会，大人的世界遐尼复杂，我先想都想袂晓。我头摆摕麦克讲话，是伫一支叫做《桃太郎》的日本片，主角是囡仔。师傅前一天叫我甲伊的台词记录好，第二天第二场，囡仔讲话就互我做替声演员。毋知安怎，我袂真紧张，大概天生打头就真在。师傅讲我学辩士伤拍算人才，应该做演员较有利顺。头摆我讲了，阿兰专工买一罐南门的汽水请我，表示庆祝。桃太郎了后，我无机会搁做主角的辩士。毋过有一项是我专门某的工课，定定有人来戏园要找人。即马是用拍字幕的，迄阵全毋捌字的。就爱辩士用讲的，亲像某某人外找，有时啊较要紧的，亲像阿国啊，恁某生啊，紧转去做老爸，也是开百货店的阿生，恁遐有人客要买物件，恁某毋知介绍，红牛果因一个偌济，即款的拢我咧讲，即款服务。有咧甲人收钱，讲一届1箍，免交互戏院头家。师傅就甲迄互我做所费，差不多一工拢有2-3箍银，真好康。